有一句成语伫咧讲“嘴巴目睭枵”，你敢知影是啥物意思？哦，是毋是无法度专心？还是讲这个人吼贪心不知足咧？哎呦，安尼两项拢无好咧，要安怎啦？哎呦，美秀，阿雄，选一名，来要选对名，我感觉是这个。来，您敢确定？恁敢确定？不敌酒。你确定？为什么？人生哦，贪心唔好啦。对，我直直看别人的。伊咧讲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哦，等等，伊讲。贪心不敌伊酒。讲你已经咧食，搁看人别人咧食的物件，这就是贪。食碗来看碗外。哎呦，来这碗过。是唔是？好，来，恁的答案是贪心不知足。不敌酒，不敌酒，是不是老师？对，正确。是，后来感谢老师来解说。好，这甲目睭有关系目睭。啊，当然，迄是摊大嘛，解说甲真好，就是讲嘴已经食到足饱，毋过竟然佫有会去看别人，气硬硬安尼咧想要食别人的吼。啊，另外迄个无法度专心，就是讲目睭看到鬼，脚踏到火，对，嘿，因为安尼就是无专心，爱伫咧看迄个鬼，啊无专心咧行路安尼，嘿，是。哦，厉害。